上集我哋講過所謂嘅太子帝國點樣用香港呢個國際金融中心玩到出神入化。佢買咗尖沙咀金巴利道68號成棟商廈，係用嚟收信、註冊公司、轉帳、抵押、再贖樓。喺山頂 Mount Nicholson 10億豪宅背後簽名嘅係公屋住戶，但係真正嘅業主係柬埔寨嘅詐騙之王。嗰陣我哋仲追查到佢控股咗2間上市公司，仲話要搞奢侈品生意，實際呢就係黑錢洗衣店。成件事唔係一個人咁簡單，係一條跨國洗錢鏈。香港負責入口，新加坡負責出口。當美國開始查香港嗰條線，陳志好清楚知道香港太近中國，太易俾人睇穿，於是佢轉咗個方向，去邊？去一個乾淨過頭嘅地方，乾淨到你以為啲錢都自動消毒，一個冇黑幫、冇示威、冇爆炸，但有雪茄、有公關、有律師、有銀行嘅地方，一個被全世界讚到制度最穩陣、法治最先進、最值得信任嘅地方。冇錯，佢就係去咗新加坡，而新加坡就成為咗太子帝國嘅洗白中樞，表面係金融天堂，實際係黑金渡口。第2集太子帝國新加坡洗白行動。今日我哋要講嘅係一個乾淨國度入邊點樣生出最污糟嘅錢。